你最近去茶餐廳食嘢，有冇覺得碟乾炒牛河好似少咗啲鑊氣？去飲茶叫個蝦餃，皮又厚，汁又乾，完全冇咗以前嗰種新鮮出爐嘅感覺。我同你講，呢個唔係你條脷退化，而係一個正喺度悄悄吞噬緊香港美食天堂美譽嘅殘酷真相。香港已經慢慢失去咗港味，因為內地嘅預製菜已經全面攻佔咗香港嘅餐飲市場。依家好多餐廳連你食緊嗰碗白飯都係預製包裝送過嚟嘅，甚至連後欄廚房都唔使開火煮啦。今集我哋就嚟深度揭秘呢個席捲全港嘅預製菜風暴，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將香港人最自豪嘅飲食文化連根拔起？以前我哋講起香港美食，最講究嘅就係4個字：新鮮、即製。無論係深水埗嘅大排檔、旺角嘅茶餐廳，定係中環嘅高級酒樓，一個稱職嘅師傅，每日朝早天未光就要返到鋪頭斬燒味、熬高湯、拉腸粉、包點心。師傅企喺個大鑊前面，火光紅紅，兜匀隻鑊，炒出嚟嘅嘢食先至有靈魂，先至有我哋香港人由細食到大最引以為傲嘅港味。但係依家呢，如果你有機會行入一間普通茶餐廳嘅後欄廚房，你可能會大吃一驚，裏面冇咗以前嗰種好大陣嘅油煙味，亦冇咗師傅拿住個大鐵鑊鏘鏘鏘咁炒嘅聲，反而係多咗一排微波爐、幾部大型嘅萬能蒸烤箱，同埋一箱一箱已經包裝好、印住簡體字嘅冷凍料理包。呢啲就係依家講到人心惶惶嘅預製菜。可能好多人以為預製菜頂多就係啲急凍點心，或者係一袋袋連包裝放入熱水浸熱就倒出嚟嘅牛腩、咖喱雞，但係現實遠比你想象中更加誇張、更加普遍。依家嘅預製菜技術已經去到一個你意想不到嘅境界，由前菜嘅涼拌小黃瓜，到主菜嘅梅菜扣肉、酸菜魚，甚至連燒味類嘅油雞、燒鴨，全部都可以喺內地工廠做好，冷凍包裝好，運到落香港。餐廳員工只需要剪開個包裝袋，放入微波爐叮幾分鐘，或者放入蒸櫃熱反佢，就可以裝碟上台。最誇張嘅係，連白飯都係預製嘅。以前茶餐廳收檔之前都要洗大米，用個大飯煲煮定第二日要用嘅飯，或者一早起身煲。依家呢，有內地供應商專門提供一種叫冷凍熟飯或者常溫米飯包嘅嘢。呢啲飯喺工廠已經煮熟晒，用無菌包裝封好，運到茶餐廳，廚師連米都唔使洗，連水都唔使晾，直接成包攞去蒸反熱，或者用嚟炒飯。一個完全唔識團圓嘅廚房雜工，只要識得撳微波爐嘅掣，就可以喺2-3分鐘之內將一碟有飯、有肉、有菜嘅客飯送到你面前。點解香港嘅餐飲業會變成咁？點解連一向對食好有追求嘅香港老闆都紛紛投向預製菜嘅懷抱？其實歸根究底就係因為一個字：錢。香港做餐飲業有3座大山，壓到老闆喘唔過氣，那就是租金貴、人工高、食材成本高。特別係過去呢幾年，2020幾年開始，香港嘅餐飲市道經歷咗好大嘅轉變。一方面係本地消費力外流，每逢週末假期，成千上萬嘅香港人湧上去深圳、廣州消費，北上消費潮，搞到本地餐廳生意大受打擊。另一方面，香港本地嘅人力資源短缺問題非常嚴重。你想請個有經驗、有技術嘅炒鑊師傅，人工少過2-3萬蚊一個月，根本無人理你。就算你肯出呢個價錢，依家嘅後生仔都唔願意入行，嫌廚房又熱又辛苦，工時又長。喺呢個咁艱難嘅經營環境之下，預製菜嘅出現，對好多香港餐廳老闆嚟講，簡介就係一根救命稻草。你想想，如果用傳統方法經營一間茶餐廳，你需要請一個大廚負責炒鑊，一個幫廚負責切菜備料，一個砧板師傅負責處理肉類，仲要請人洗碗打雜。但係如果全店引入預製菜，你個廚房根本唔需要大廚，亦唔需要砧板，只需要請1-2個時薪幾十蚊嘅洗碗兼雜工，負責剪開包裝袋、撳微波爐，咁就搞掂。咁樣一減，每個月嘅人工開支即刻慳返幾萬，甚至10幾萬。
除咗人工之外，仲有廚房空間嘅問題。香港嘅租金幾咁瘋狂，大家都知。依家好多新開嘅餐廳或者商場鋪，為咗將最多嘅空間留俾堂食座位，賺取最多嘅客源，都會將廚房嘅面積壓縮到極致。有啲廚房細到只有幾十尺，兩個人入去都轉唔到身。喺咁細嘅空間入面，你根本無可能擺到大爐灶、大飯煲，同埋存放大量新鮮食材嘅雪櫃。而預製菜完美解決咗呢個痛點，因為預製菜不需要洗，不需要切，不需要大火爆炒，所以廚房連抽油煙系統都可以做簡單啲，連煤氣大爐都唔使裝，後欄唔使開火煮，意味着餐廳可以將廚房面積縮到最少，將騰出嚟嘅空間放多幾張台，坐多幾個客。而且預製菜仲有一個最大嘅優勢，就係標準化同埋控制損耗。做餐廳最驚嘅就係食材浪費，今日打風或者落大雨，突然之間冇客嚟，你一早買落嘅新鮮蔬菜、鮮肉放多2日就會變壞，呢啲全部都係錢，全部都要直接倒落垃圾桶。但係預製菜係急凍或者真空包裝嘅，保質期通常有幾個月，甚至長達9個月、1年。今日冇客唔緊要，繼續放喺雪櫃。聽日有人叫先至攞出嚟叮，咁樣一嚟，餐廳嘅食材損耗率幾乎可以降到0。再加上預製菜係工廠流水線生產嘅，味精、鹽分、分量全部用機器精準控制，可以確保每一次出菜嘅味道都一模一樣，唔會好似以前咁，今日大廚心情好就炒得好食啲，聽日大廚同老婆嘈，大鑊就落多咗鹽。但係當餐飲老闆賺到盡，省到最慳嘅時候，付出代價嘅就係我哋呢班消費者，同埋香港幾十年嚟建立嘅美食明星。當你行入一間餐廳，俾緊780蚊，甚至過百蚊一碟飯嘅時候，你期望得到嘅係師傅用功力和心血即叫即炒嘅心意，而唔係工廠用機械化批量生產，擺咗幾個月嘅工業製品。好多香港人會話：得啦，我條脷好靈，預製菜我一食就食得出。我以後唔去呢啲餐廳咪得咯。但係現實係預製菜嘅滲透率已經高到你無法想象，而且內地預製菜工廠嘅技術已經進步到可以瞞天過海。以前嘅預製菜可能真係一食就知係微波爐嘢，肉質死實，蔬菜發黃。但係依家內地好多大型餐飲供應鏈引進咗所謂嘅液氮速凍技術或者超低溫細胞活化技術。佢哋喺食材最鮮嫩嘅時候，用零下幾十度嘅超低溫，喺幾分鐘之內將食材封凍。呢種技術可以鎖住肉類嘅水分同細胞結構。當餐廳用特製嘅蒸烤箱或者微波爐解凍熱反嘅時候，肉質依然可以保持嫩滑。如果再加上大量嘅調味料、醬汁，例如重口味嘅酸菜魚、麻辣嫩牛肉、咖喱牛腩，濃烈嘅調味完全掩蓋咗食材放久咗嘅雪味。普通市民喺行色匆匆嘅午飯時間，根本好難分得清呢個係新鮮煮出嚟，定係半年前喺廣東某個工廠包裝好嘅冷凍袋。更加令人無奈嘅係，依家連一啲香港最經典、最講究新鮮度嘅燒味都失手咗。大家平時行過街市或者茶餐廳，見到櫥窗裏面掛住一隻隻色澤紅潤、油光整整嘅燒鴨、油雞，係咪覺得好新鮮？我同你講，呢入面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係喺內地預製好嘅。呢啲燒鴨、燒乳豬喺內地工廠已經燒到7-8成熟，然後急速冷凍，運到香港嘅茶餐廳或者燒味檔，師傅只需要喺檔口個小烤爐裏面重新加熱烘烤多10幾分鐘，將個皮逼出油變反脆，然後斬件上碟。你食落口覺得皮脆肉嫩，仲以為係鋪頭後欄自己燒嘅。其實呢隻鴨可能喺1個月前已經喺東莞或者深圳嘅工廠出咗廠。當年燒味呢種咁代表到香港飲食靈魂嘅嘢都可以預製，香港仲憑咩叫美食天堂？點解以前外國遊客嚟到香港一定要食茶餐廳，一定要食點心？就係因為嗰份獨一無二嘅本地風味。茶餐廳嘅精髓在於快、靚、精得嚟，又有一份人情味同埋師傅嘅手藝。嗰個絲襪奶茶係師傅不厭其煩撞出嚟嘅，
嗰個蛋撻係後欄凌晨開始搓皮焗出嚟嘅。依家好多連鎖茶餐廳為咗追求效率同埋降低成本，全線推行預製化。蛋撻係買現成冷凍撻，皮入爐叮；奶茶係用配方粉直接沖製，連碟頭飯嘅醬汁都係一包包調好嘅化工醬。結果係點？結果就係全香港嘅餐廳，無論你開喺銅鑼灣定係屯門，食落口嘅味道都大同小異。呢種千篇一律、毫無個性嘅味道，真係我哋想要嘅港味嗎？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反駁：時代進步嗎？全世界嘅餐飲業都在搞標準化，搞中央廚房。麥當勞、肯德基幾十年前已經係咁做啦。點解內地預製菜落到香港，你就要咁大驚小怪？冇錯，中央廚房同標準化喺西方國家或者連鎖快餐店確實行咗好多年，但係香港人對食嘅要求同西方人對快餐嘅要求本質上係完全兩回事。西方人食快餐追求嘅係速度同埋方便，佢哋好清楚自己食緊嘅係垃圾食物，亦無預期會喺裏面食到咩廚藝手藝。但係香港嘅飲食文化係建立喺精緻、講究、鑊氣、新鮮之上。我哋去茶餐廳食個午餐，雖然都追求快，但係我哋會期待碟乾炒牛河係熱辣辣，帶有生抽香同埋洋蔥焦香嘅。我哋去酒樓飲茶，會期待個燒賣頂層嘅蟹子係鮮紅嘅，裏面嘅豬肉係有彈性嘅。當預製菜全面取代本地烹飪，呢啲對食物嘅微小追求就會全部消失。預製菜為咗可以保存得耐，通常都需要加入大量嘅鈉、防腐劑、添加劑、穩定劑同埋大量嘅油分。因為肉類經過長時間冷凍解凍，水分會流失。如果唔落重調味，唔落多啲油，食落口就會好似食樹皮咁。所以長期食預製菜對香港人嘅健康嚟講，絕對係一個隱形嘅炸彈。大家有冇發現，依家喺出面食完飯，成日都覺得特別口乾，特別容易膩。呢個就係因為食物入面含有過量化學添加劑同埋調味劑嘅化學反應。而且更深一層嘅危機係香港飲食文化嘅斷代。依家香港嘅後欄廚房既然都唔使開火煮啦，咁樣餐廳自然不需要請學徒，亦不需要傳授技術。以前嘅餐飲業係一個帶徒弟嘅行業，一個年輕人入行，由洗菜打雜做起，做個3、5、7年，慢慢升上砧板，再跟師傅學拋鑊、控火候、調配秘製醬汁。呢個過程係一種手藝嘅傳承，亦係港味得以延續幾十年嘅核心所在。但係依家當後欄變成咗微波爐操作間，廚房員工只係需要做重複性嘅撕包裝袋動作，咁樣邊度仲需要大廚？邊度仲會有人去教下一代點樣去控制火候，點樣去調味？當呢一代老廚師、老師傅慢慢年紀大，到咗60幾歲、70歲退休之後，香港將會徹底失去懂得由零開始煮港式大菜、港式點心、港式燒味嘅人才。到時候就算有後生仔想開一間真正有鑊氣嘅茶餐廳，佢哋都可能找不到一個識得拋鑊嘅大廚。香港嘅飲食文化將會喺呢個預製菜嘅浪潮之中徹底斷代消逝。我們再睇睇依家香港街頭嘅生態，因為本地餐廳紛紛引入內地預製菜，導致咗一個好奇妙嘅現象：香港本地嘅餐飲同內地嘅餐飲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以前香港人想去深圳係為咗食一啲香港冇嘅嘢，例如探魚、泰爾酸菜魚或者潮汕牛肉火鍋。但係依家你根本唔使上深圳，因為香港街頭巷尾開滿晒呢啲內地連鎖品牌嘅分店。而更諷刺嘅係，就算你唔去呢啲內地品牌，你去返香港本地嘅傳統茶餐廳，你點一碗酸菜魚或者麻辣燙，佢背後嘅供應商其實同深圳嗰邊嘅餐廳係一模一樣嘅。換句話說，你用緊香港嘅高物價，俾緊70、80蚊，甚至100、200蚊港幣，喺香港食緊同深圳30蚊人民幣完全一樣嘅工業預製菜。呢種同質化令到香港嘅餐飲市場失去咗原有嘅競爭力。既然味道一樣，甚至深圳嘅更大份，服務更好，裝修更靚，咁香港人點解仲要在本地消費？
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依家每到週末，香港嘅市道會咁冷清，因為大家心裏面都明白喺香港食餐飯又貴，阻得又逼，服務態度又未必好，最重要嘅係連食落口嘅嘢都係工廠預製包裝袋嘢。咁我點解唔直接上去內地食新鮮嘅，或者索性喺淘寶買預製菜返屋企自己叮？香港餐飲業行到呢一步，真係令人感到好悲哀。一個曾經被譽為美食天堂，匯聚咗中西文化精髓，連外國頂級大廚嚟到都要專程拜師學藝嘅城市，依家竟然被內地嘅工業預製菜反向輸出，連一碗最基本嘅白飯，一碟最基本嘅客飯都要依賴內地工廠做好送落嚟。當然，我哋唔可以將所有責任都推晒俾餐廳老闆。正如我頭先所講，如果香港嘅租金唔係咁瘋狂，如果香港嘅人工成本同生活水平可以平衡一啲，如果政府可以對本地農業、本地食品加工業多啲扶持，或者餐飲業嘅生態唔會惡化得咁快。好多小店老闆都係迫於無奈，面對住每個月幾萬甚至十幾萬蚊嘅加租通知，面對住請不到人嘅困境，佢哋為咗生存，除咗向預製菜低頭，根本無其他選擇。但係作為消費者嘅我哋，係咪就只能夠默默接受呢個現實，任由我哋嘅條例被工業添加劑麻木，任由我哋嘅港味徹底消失？我覺得唔係。雖然我哋無能力改變高租金，亦無能力阻止大環境嘅改變，但係我哋手上嘅每一張銀紙，其實都係一張選票。當我哋外出乞食嘅時候，我哋可以嘗試多些去留意同支持嗰啲依然堅持行傳統路線，依然肯花心思時間去即叫即製嘅良心小店。點樣去分辨？其實只要你肯留心，好容易睇得出一間真正有火候嘅餐廳。你喺門口或者座位度，多多少少會聽到後欄廚房傳出嚟嘅拋鑊聲、切菜聲。佢哋嘅菜單可能唔會好似連鎖店咁有幾百款嘢食揀，因為新鮮備料嘅能力有限。佢哋每日可能只供應十幾款精緻嘅家常菜。雖然呢啲小店嘅出菜時間可能慢少少，價格可能比預製菜餐廳貴10蚊8蚊，但係當你食落口，嗰種熱度、嗰種食材本身嘅鮮味，同埋嗰份廚師喺大火前流住汗炒出嚟嘅鑊氣，係任何高科技冷凍技術都永遠複製唔到嘅。相反，如果我哋繼續貪平、貪快，盲目追求嗰啲上菜速度快過火箭、價格平到唔合理、味道濃烈到唔真實嘅連鎖餐廳，咁樣我哋就等於係親手推動緊預製菜去消滅傳統小店。當最後一間肯堅持即炒嘅茶餐廳都因為頂唔順競爭而倒閉嘅時候，香港嘅餐飲市場就真係會徹底變成一個由預製菜主導嘅美食荒漠。講到呢度，我真係好懷念以前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嘅香港。嗰個時候嘅香港真係遍地美食，行過一條街，你可以聞到街頭牛雜檔熬咗幾十個鐘嘅老汁香味；行過茶餐廳，你會見到門口師傅不斷重複動作去撞奶茶，成間鋪充斥住濃郁嘅茶香同淡奶香。入到酒樓，推車仔嘅阿姐會高聲叫賣住新鮮蝦餃、燒賣，每一樣嘢都係熱騰騰，充滿生命力。嗰種充滿活力、充滿煙火氣嘅街頭景象，先至係真正嘅香港，先至係我哋由細到大呼吸緊、感受緊嘅港味。而呢種港味係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嘅溫度，建立在廚師對手藝嘅堅持，同埋香港人對生活品質嘅不妥協之上。如今面對住預製菜嘅大舉入侵，面對住後欄連火都唔使開嘅冰冷現實，香港嘅餐飲業已經企喺一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到底我哋要選擇向高效率、低成本嘅工業化徹底妥協，將我哋嘅美食文化拱手相讓俾流水線工廠，定係我哋願意行慢少少，俾多1、2塊錢去守護住果粉，買少減少嘅本地手工藝，守護住我哋最後嘅港味？呢個問題唔單止係餐飲業老闆需要思考，更需要我們每一位生活在香港、熱愛香港飲食文化嘅普通市民，用我哋嘅行動去俾出答案。我不希望有朝一日，當我哋嘅下一代長大，佢哋問起我哋咩係港味嘅時候，我哋只能夠帶佢哋去超市買一包急凍料理包，
用微波爐叮熱之後同佢哋講，呢個就係以前香港茶餐廳嘅味道。如果有一日香港連最後嘅鑊氣都消失埋，咁樣呢個城市就真係不再是我們所熟悉嘅香港啦。多謝大家聽我講到呢度。如果你都覺得香港嘅餐飲業需要多啲人去關注，覺得真正嘅港味值得被珍惜，請你支持身邊每一間仲肯默默耕耘、用心做嘢嘅本地小店。下一次出外食飯，不妨行多兩步，一間聽得到拋鑊聲、聞得到煙火氣嘅餐廳，用你嘅支持幫香港留住呢份尊嚴同味道。我哋下期再見。